一館一故事，澳門藝術博物館都有自己嘅故事。我係澳門藝術博物館策展人盧大成，而家介紹嘅係澳門藝術博物館嘅鎮館之寶石灣人物塑像華佗。呢件華佗陶塑像咧，喺1920年由澳門葡籍漢學家及鑑藏家文帝士委託石灣陶藝家潘玉書、陳慧岩創作嘅7件大型人物陶塑之一。當年文帝士邀請潘玉書到澳門訂製中國傳統風格嘅人物陶塑，期間雙方多次交流。潘玉書參考中國傳統人物畫嘅衣飾同埋表現風格，融合世俗僧道嘅真實面貌，以西方寫實雕塑嘅手法創作泥稿。泥稿得到認可之後咧，潘玉書將泥稿帶返廣州，同陳慧岩合作，完成7件大型人物陶塑嘅創作。呢件作品以素胎冇釉嘅方式呈現，凸顯佢細膩嘅工藝。華佗身着衣者嘅長袍，面容慈祥堅毅，背住藥葫蘆，好似剛剛結束咗診治。作者融合咗西方寫實嘅技法，精準刻畫比例同埋神態，面部線條分明，表情生動傳神。華佗係古代嘅外科聖手，首創五禽戲，奠定咗養生體育嘅基礎。呢件作品咧細節雕琢入微，從佢深邃嘅眼神到袍服嘅皺摺，都展現出石灣陶塑嘅古樸典雅，體現咗石灣陶藝大師對歷史人物嘅深刻了解。呢件作品通過精湛嘅技藝，將醫者仁心同埋文化底蘊凝聚其中，係傳統藝術同埋人文精神嘅完美交融，值得細細品味其豐富嘅文化內涵同埋工藝價值。